你哋有冇試過咁嘅經歷？夜晚瞓唔着，開咗收音機，突然傳嚟一把聲，甜蜜蜜，好似佢就坐喺你身邊唱俾你聽。又或者你搭小巴返屋企嘅時候，司機嘅收音機播緊《月亮代表我的心》，車窗外面嘅霓虹燈一閃一閃，你唔知點解眼眶就紅咗。又或者你喺茶樓飲茶，隔離台嘅阿伯用手機播緊《小城故事》，嗰種旋律一入耳，成個人就靜落嚟，幾十年前嘅回憶一下子湧上心頭。呢個就係鄧麗君嘅歌聲嘅力量，佢嘅歌陪咗我哋呢一代人行過幾十年嘅風風雨雨，開心嘅時候聽佢嘅歌，唔開心嘅時候更加要聽，結婚嘅時候聽佢嘅歌，仔女出世嘅時候聽佢嘅歌，甚至有人話退休之後每日朝早做運動都係聽住佢嘅歌，佢嘅聲音好似一個老朋友。無論你人生行到邊一個階段，佢都喺度。但係你有冇諗過唱盡天下情歌嘅呢個女人，自己一世都冇結過婚，一世冇披過一次真正嘅婚紗？呢件事好值得我哋停一停，諗一諗，一個咁靚嘅女人，咁有才華，全世界咁多人曾意佢，點解偏偏喺感情呢條路上面行得咁辛苦？係命運弄人定係另有原因？今日呢條片我會由佢嘅幾段感情講起，重點講下馬來西亞堂皇豪門退婚嗰段內幕，再用傳統國學嘅角度同大家客觀探討一下所謂紅顏薄命究竟係古人嘅偏見定係對人生規律嘅觀察。我唔會幫大家下結論，我淨係擺事實，點樣去感受留俾你自己。鄧麗君嘅第一段廣為人知嘅感情係同台灣影壇小生秦祥林。嗰個年代嘅秦祥林，你哋呢代人一定識靚仔有型，係台灣一線男星，70年代嘅台灣電影圈，佢係響當當嘅人物。兩個人最風光嘅時候走埋一齊，成個台灣娛樂圈都轟動，外界都話係金童玉女，以為實結婚。但兩個人嘅事業都好忙，一個周圍飛去開演唱會，一個周圍飛去拍戲，聚少離多，生活方式亦都唔同。鄧麗君係一個好傳統嘅女人，佢想要嘅係一個安穩嘅家，但秦祥林嗰陣正值事業高峰期，根本停唔落嚟，呢段感情最後無疾而終。對鄧麗君嚟講，呢個係佢第一次認真諗婚姻呢回事。諗完就冇咗嗰種失落，你可以想象一個女人第一次認真想嫁人，結果係空歡喜一場，之後係成龍。呢段感情喺坊間講法好多，版本各異，我哋唔去八卦細節，淨係講客觀事實。兩個都係事業心極重嘅人，一個拍動作片拍到周身傷，一個開演唱會開到冇停過。你哋試下諗，兩個人各自忙到咁，邊有時間去經營一段感情？加上娛樂圈嘅環境，你我都知道有幾複雜。呢段感情最終亦都冇結果。鄧麗君嘅心又似被打碎咗，連續兩段感情都係咁收場，換咗邊個都會灰心。你睇鄧麗君唔係冇人追佢咁靚咁有名，追佢嘅男人可以排到去九龍塘。佢亦唔係冇認真拍過拖，但偏偏每一段感情都係行到中途就散咗。用廣東話嚟講就係有頭冇尾。你身邊有冇呢種人？條件好，好人又靚，但就係感情路特別坎坷。你有冇諗過點解呢個現象？如果用傳統命理學嘅角度去睇，其實有一個幾值得探討嘅講法。喺傳統八字學說入面，女命有一個概念叫官星，官星代表丈夫同婚姻，而另一個概念叫食傷，代表才藝同表現力。鄧麗君嘅歌藝去到咩程度？全世界有目共睹。用命理嘅術語嚟講，佢嘅食傷極旺，但問題就出喺度食傷，天生係黑官星嘅，食傷越旺，官星就越受壓，好似一個 QQ 版咁，一邊高咗，另一邊就低。我要講清楚，呢個唔係話命中注定冇得救，
亦唔係叫大家去信命，呢個只係古人長期觀察人生百態之後總結出嚟嘅一種規律。好似一杯水，你倒晒入一個杯度，另一個杯就冇嘢好倒。當一個人將所有精力同天賦都擺喺舞台上面，留俾感情同家庭嘅空間自然就會少。呢個道理其實唔複雜。鄧麗君一年要飛幾多個地方，要開幾多場演唱會，要錄幾多首歌，佢嘅時間同精力幾乎全部俾咗音樂你返工放工都覺得攰啦，仲邊有力氣拍拖？鄧麗君嘅工作量係普通人嘅10倍，邊個男人可以長期接受另一半永遠唔喺身邊？呢個唔係佢嘅錯，亦唔係邊個男人嘅錯。現實就係咁殘酷。當然呢個只係傳統文化嘅一種觀察角度，唔係專業意見。但你將呢個觀察擺翻喺鄧麗君身上，確實有幾分凹合。香港有句老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聽落老套，但你擺翻喺鄧麗君身上，就知道呢句話嘅分量。佢得到咗全世界嘅掌聲，得到咗幾代華人嘅愛戴，但偏偏得唔到一個可以陪佢行街食飯睇戲嘅枕邊人。你話呢個公唔公平？我答唔到你。但傳統智慧入面從來唔講公平，只講平衡。呢個平衡嘅道理，我等陣會同大家再深入講。你哋覺得鄧麗君嘅情路係命數使然，定係性格造就？你哋喺留言度話我知。講完秦祥林同成龍呢啲分手故事，你可能覺得呢啲都係普通嘅緣分問題啫，兩個人夾唔到就分好正常。但係我要同大家講嘅下一段，先至係鄧麗君一生入面離婚紗最近，但亦都係最痛嘅一次。呢段故事好多後生仔可能未聽過，但我哋呢一代人聽完一定會有感觸。鄧麗君喺東南亞演出期間認識咗一個男人，呢個男人叫郭孔成，你未必聽過呢個名，但講到佢嘅家族，你一定有印象。郭氏家族就係馬來西亞赫赫有名嘅唐王。講到國家有幾巴閉咁同你講啦，佢哋喺當地嘅地位好似香港嘅4大家族咁，有錢有勢，有社會影響力。呢個係真正嘅豪門望族，唔係嗰種暴發戶，係幾代人建立起嚟嘅基業。鄧麗君同郭孔成好快就拍拖，而且感情好好，好到咩程度？兩個人去到訂婚嘅階段。你要明白，鄧麗君經歷過秦祥林同成龍之後，對感情已經好謹慎。佢肯同郭孔成訂婚，代表佢係真心覺得呢個男人就係佢嘅歸宿。佢嗰陣已經唔後生啦，經歷過幾段失敗嘅感情，佢好想安定落嚟，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郭孔成對佢亦好好，成件事睇落好似終於修成正果。你可以想象鄧麗君嗰陣有幾開心，佢應該係覺得自己等咗咁多年，終於等到啦。但問題嚟啦，國家係大家族，有大家族嘅規矩。國家嘅祖母對呢個準孫新抱提出咗3個條件，你哋留意聽，呢3個條件好關鍵。第一，要鄧麗君交代清楚以往所有感情經歷。第二，要佢從此退出演藝圈，唔好再唱歌，唔好再登台。第三，要佢斷絕同演藝界所有朋友嘅來往，以後唔好再同呢啲人聯繫。呢3個條件，你聽落可能覺得好過分，但如果你了解嗰個年代嘅豪門家規，其實唔算特別出奇。大家族要保護家族聲譽，有佢哋嘅一套做法，特別係喺東南亞嘅華人望族家規，比你想象中仲要嚴。佢哋唔係專登針對鄧麗君，對所有嫁入嚟嘅媳婦都有類似嘅要求。你可以話呢啲規矩唔合理，但你唔可以話佢哋冇呢個傳統。但對鄧麗君嚟講，呢3個條件意味住咩？唱歌就係佢嘅命根，演藝界嘅朋友就係佢嘅精神支柱。你叫佢全部放棄，等於叫佢做一個冇靈魂嘅人。呢個處境你將心比己諗，
如果有個人同你講，我俾你一個幸福嘅家庭，但條件係你要放棄你最重要嘅嘢，你肯唔肯？鄧麗君最終揀咗維護自己嘅尊嚴，佢拒絕屈服，退還婚戒，含淚離開。據講，佢當時講過一番好心酸嘅說話，大意係佢唔係唔想結婚，而係唔能夠接受以失去自我為代價。呢番話聽落好堅強，但背後藏住幾多眼淚，只有佢自己知呢件事。你話邊個啱邊個錯？坦白講，我唔會去判斷，國家有國家嘅規矩，鄧麗君有鄧麗君嘅底線，兩邊各有各嘅道理，各有各嘅堅持，但偏偏就係行唔埋一齊。呢個就係人生嘅無奈。呢個局面喺周易入面有一個卦好貼切，叫做否卦。否卦嘅卦象係乾喺上面，坤喺下面，天向上行，地向下沉，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出自周易否卦嘅卦辭，否之匪人，不利君子精。用粵語白話講就係喺呢種閉塞不通嘅環境入面，有品格有操守嘅人反而會更加辛苦，因為佢哋唔肯行捷徑，唔肯放棄原則。你諗下呢個講法係咪好契合鄧麗君嘅情況？正正因為佢有骨氣有自尊，佢先至唔肯低頭。但呢份唔肯低頭，亦都令佢同幸福擦身而過。如果佢係一個容易妥協嘅人，可能就嫁入豪門做少奶奶啦。但佢就唔會係鄧麗君啦。呢個世界就係咁矛盾，你越堅持做自己，有時候反而越孤獨。門當戶對呢四個字，你喺茶樓成日聽啲阿伯阿婆講，好多人覺得老套，覺得係舊時代嘅嘢。但你睇翻鄧麗君呢段經歷，就會明白古人講呢句話嘅道理。呢度講嘅唔淨止係錢銀地位，更加係兩個世界嘅價值觀。唐王家族要嘅係一個安分守己嘅大家族媳婦，鄧麗君要嘅係做自己。呢兩樣嘢本身就係矛盾。否卦入面仲有一句大往小來，意思係大嘅嘢走咗細嘅嘢嚟放喺鄧麗君身上，佢放棄咗一段婚姻，但保住咗自己嘅靈魂。你話呢個係得定係失？唔同人會有唔同答案，但否卦仲有一個重要嘅啟示，就係否極泰來，閉塞嘅局面唔會永遠持續，總有翻轉嘅一日。古人嘅智慧係話俾你聽，黑暗嘅盡頭一定有光。但問題係鄧麗君等唔等得到呢個泰來嘅一日呢？退婚之後嘅佢，感情上再冇出現過咁認真嘅對象，好似一個受過重傷嘅人，唔敢再輕易打開心扉。但佢用咗另一種方式去圓自己嘅婚紗夢。呢個方式我第一次知道嘅時候真係好感觸。鄧麗君晚年嘅幾場大型演唱會入面，都會有一個特別嘅環節，佢着住白色婚紗，頭戴白紗，緩緩咁行向觀眾，燈光打喺佢身上，成個人好似發緊光咁。嗰個畫面好靚，靚到你會忍唔住屏住呼吸。但如果你知道佢嘅故事，你睇到呢個畫面嘅時候，心會好痛。佢企喺台上對住台下幾萬個歌迷講咗一番話，大意係我將自己嫁咗俾舞台。台下係雷鳴般嘅掌聲，有啲歌迷喊咗出嚟，有啲企起身拍手。嗰一刻，成個場館嘅氣氛好複雜，又感動又心酸。但你有冇諗過喺掌聲背後，佢心入面係咩感受？幾萬人嘅掌聲可以代替一個人嘅擁抱嗎？幾萬人嘅眼淚可以代替一個人嘅陪伴嗎？我覺得唔可以。一個女人用盡一世去追求平凡嘅家庭同幸福，佢唔係想要乜嘢大富大貴，佢只係想要一個屬於自己嘅屋企，一個等佢翻嚟食飯嘅人。朝早起身有人同佢講，早晨夜晚翻到屋企有盞燈等住佢，就係咁簡單嘅願望。但最終佢只能夠同舞台相伴終生。你話呢個係瀟灑定係無奈？我覺得兩樣都有，但無奈嘅成分一定多過瀟灑，因為瀟灑係你可以揀嘅，無奈係你冇得揀嘅。
鄧麗君唔係揀咗唔結婚，佢係想結但結唔到，呢兩樣嘢嘅分別，你一定明白。你哋有冇試過咁嘅經歷？你好想要一樣嘢，但點努力都得唔到，最後你唯有揾另一種方式去同呢個遺憾和解。你可能好想移民，但走唔到，最後喺香港揾到屬於自己嘅安樂窩。你可能好想個仔讀醫科，但佢偏偏曾意畫畫，最後你學識接受。你可能後悔當年冇同某個人表白，但幾十年過去，你學識放低人生。好多嘢都係咁求而不得，退而求其次。呢個唔係認輸，而係一種智慧。鄧麗君嘅舞台婚紗就係佢對命運嘅一種退而求其次。呢個場景喺周易入面有另一個卦可以解讀，叫做葵卦。葵呢個字就係乖離同分離嘅意思，出自周易葵卦。上卦係離代表火，下卦係對代表澤。火向上行，水向下流，兩個方向永遠相反，永遠交唔到。你諗下，火同水擺喺一齊會點？唔係你滅咗我，就係我蒸乾咗你，永遠冇辦法和平共處。鄧麗君一生追求嘅家庭同佢實際行嘅舞台之路，就好似呢個火同水嘅關係。佢越想要家庭舞台，就越將佢拉走；佢越投入舞台，家庭就離佢越遠。呢個就係葵卦嘅處境。你有冇諗過，其實好多人嘅人生都喺呢種葵嘅狀態入面，想要嘅同得到嘅永遠行唔到同一個方向。你想要健康，但工作逼你捱夜；你想陪家人，但生意要你周圍飛。呢種拉扯每個人都有，只不過程度唔同。但葵卦亦有積極嘅一面，出自周易葵卦嘅卦辭小事。吉用粵語白話講就係，雖然大方向有分歧，但喺細節上面仍然可以做到一啲圓滿嘅事。鄧麗君嘅舞台婚紗某程度上就係呢種小事。吉佢冇辦法擁有真正嘅婚禮，但佢用舞台嘅方式俾自己一個精神上嘅安慰。呢個安慰夠唔夠？可能唔夠，但至少佢試過，至少喺嗰一刻喺燈光下面，佢圓咗自己嘅一個夢。雖然呢個夢好短暫，散場之後咩都冇，但佢擁有過嗰一刻嘅圓滿。喺中國傳統民族入面，衣裳從來都有好強嘅象徵意義。出自《禮記》嘅講法，禮儀之始，在正衣冠，意思係禮儀嘅根本要由着衫開始。古人認為一個人着乜嘢衫代表住佢嘅身份同願望。你睇下我哋廣東人嘅習俗就知，過年着紅衫代表吉祥，白事着素衫代表哀悼，結婚着裙褂代表喜慶。呢啲唔係隨便嘅，每一件衫背後都有心意。你着乜嘢衫去乜嘢場合，呢個從來都唔係小事。鄧麗君着上婚紗嘅嗰一刻，唔單止係表演，更加係佢內心深處對婚姻嘅渴望，亦都係一種告別。佢係用呢件婚紗同自己嘅遺憾講再見，好似一個人喺夢入面得到咗一樣嘢，醒翻嚟之後雖然手上空空，但至少喺夢入面佢擁有過呢個畫面。每次我諗起嚟都覺得好心酸，一個咁靚嘅女人，一把聲甜到可以融化成個世界，但佢最想要嘅嗰樣嘢偏偏永遠得唔到。你哋話呢個係唔係人生最大嘅諷刺？有時候上天俾你好多嘢，但偏偏收走你最想要嗰樣。講到呢度，我哋由鄧麗君嘅情路講到豪門退婚嘅無奈，再講到舞台上嘅婚紗，最後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所謂紅顏薄命究竟係咩一回事？1995年5月8號，鄧麗君喺泰國清邁因氣喘病發離世，終年42歲。一代歌后就咁悄然離開咗呢個世界，佢一生未能披上現實中嘅婚紗，呢個遺憾永遠定格喺歷史入面。42歲喺我哋睇嚟仲好後生，好多人喺呢個年紀先至開始享受人生，退咗休去旅行飲下早茶湊下孫，但佢嘅故事就喺呢度畫上句號，冇退休。
冇早茶，冇孫仔孫女，咩都冇。你諗下，你自己42歲嗰陣喺度做緊乜，你就會明白呢個年紀走得有幾可惜。紅顏薄命呢4個字，中國人講咗幾千年，由王昭君到楊貴妃，由李清照到小說入面嘅林黛玉，似乎古人好早就觀察到一個現象，絕世嘅美貌同才華往往同多舛嘅命運相伴。你數下歷史上面幾多個大美人係有好結局嘅？王昭君遠嫁匈奴，客死異鄉；楊貴妃喺馬嵋坡香消玉殞。西施幫越國滅咗吳國之後，亦都落得下落不明。陳圓圓引發咗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嘅巨變。呢啲女人個個都係傾國傾城嘅大美人，但個個都冇好收場。呢啲唔係巧合咁簡單，但呢個觀察究竟係客觀規律定係後人嘅感慨投射呢？坦白講，我唔敢講一定係邊個，但傳統文化入面確實有種講法叫做天道平衡，出自《道德經》第77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用粵語白話講就係，上天嘅規律係將多咗嘅嘢拎走去補唔夠嘅地方。你喺生活入面一定見過呢種情況，有啲人生意做得好大，身家幾千萬，但身體唔好，成日出入醫院。有啲人健康長壽，行山行到80歲，但一世冇乜錢。仲有啲人樣貌出眾，才華橫溢，但偏偏感情坎坷。呢啲例子喺我哋身邊比比皆是。古人將呢種現象歸納為天道嘅平衡，你信唔信呢？我唔叫你信，但你可以靜靜地觀察你身邊嘅人，而會發現呢種平衡幾乎喺每個人身上都見得到人生嘅得同失，好似兩隻手咁。你握住一樣嘢嘅時候，另一隻手就要放開另一樣嘢。我要強調，呢個只係傳統文化角度嘅分享，唔係專業意見，亦唔係叫大家去信命。你可以當係一種思考嘅角度，唔需要照單全收。但我哋亦都要客觀咁睇另一面。好多所謂紅顏薄命嘅故事背後，其實有好現實嘅原因：社會環境嘅壓力、性別角色嘅局限、名利場嘅殘酷。嗰個年代嘅女人喺娛樂圈打拼承受嘅壓力係你想象唔到嘅。鄧麗君嘅情路坎坷，除咗所謂名數之外，亦都同佢身處嘅時代有關，同佢嘅宮中身份有關，同佢嘅性格有關。佢太要強，太獨立，太唔肯妥協。喺舞台上面呢啲特質令佢發光發亮，但喺感情路上面呢啲特質偏偏成為佢嘅絆腳石。呢個唔係單純嘅宿命論，而係好多因素加埋一齊嘅結果。所以我唔會話佢係命中注定，只能話係造化弄人，時也命也。喺周易入面有兩個卦，好值得我哋喺呢度引用，一個叫損卦，一個叫益卦。呢兩個卦係互為表裏嘅。損卦講嘅係減損，益卦講嘅係增益。有損就有益，有益必有損，好似一個天平咁，呢邊重啲，嗰邊就輕啲，你永遠冇辦法令兩邊一樣重。呢個就係天地之間嘅法則。你喺商場見到嘅天平都係咁運作，你放多啲砝碼落一邊，另一邊就會升起嚟。人生嘅得失亦係同一個道理。你可以將呢個概念擺喺鄧麗君身上，佢喺歌藝同名氣上面得到咗極大嘅益，幾代華人聽住佢嘅歌長大，到今日仲有人喺唱歌嘅時候揀佢嘅歌。但佢喺感情同家庭上面承受咗極大嘅損一世，冇結婚，冇仔女，冇一個真正屬於佢嘅家。呢個唔係上天嘅懲罰，亦唔係天道紅顏咁簡單，而係天道運行嘅一種呈現。你我嘅人生其實都係咁，只不過我哋嘅得失冇佢咁極端，所以感受冇咁深刻。但如果你靜落嚟諗，你嘅人生入面一定都有呢種損益嘅痕跡。出自周易，係詞傳嘅一句話：一陰一陽之謂道。用粵語白話講就係世間萬物都係陰陽交替，有光就有影，有得就有失。
有歡笑就有眼淚，冇一個人嘅人生係淨係有陽冇陰嘅，呢個就係道。我哋唔需要用悲傷嘅眼光去睇鄧麗君嘅一生，而係用一種更加宏觀嘅視野去理解每一個人嘅人生，都有佢嘅陰同陽，都有佢嘅得同失。呢個唔單止係鄧麗君嘅故事，亦都係你同我嘅故事。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得同失。你可能冇鄧麗君嘅歌喉同名氣，但你有一個完整嘅家，每日返到屋企有人煲咗湯等你。你可能事業唔算好成功，但你有一班飲茶嘅老友記，成日喺茶樓吹水。你可能個仔唔係讀書嘅料，但佢孝順健康，逢年過節都返嚟陪你。人生嘅賬從來都唔係用單一標準去算嘅。你覺得自己嘅人生得多定係失多？你喺留言度話我知，古語有云，各有前因莫羨人。每個人嘅人生劇本都唔同，與其羨慕別人嘅光鮮，不如珍惜自己已經擁有嘅嘢。鄧麗君嘅故事提醒我哋，唔係叫你認命，而係叫你學識坦然面對人生嘅不完美，因為不完美先至係人生嘅常態。邊個嘅人生係完美噶？你話我聽冇一個，但正正因為不完美，我哋先至會去珍惜已經擁有嘅嘢。正正因為有遺憾，我哋先至會更加懂得感恩你。今日坐喺度聽我講鄧麗君嘅故事，你有屋企可以返，有飯可以食，有人可以傾偈，呢啲鄧麗君晚年都冇嘅嘢，你全部都有。咁你仲有咩好投訴嘅呢？有時候我哋成日覺得自己命苦，但你睇下鄧麗君嘅故事，你就會發現自己其實好幸福。鄧麗君嘅歌聲到今日仲回盪喺我哋耳邊，佢嘅情路，佢嘅抉擇，佢嘅遺憾，我今日盡量客觀咁呈現喺大家面前。至於紅顏薄命，究竟係命數，係性格，定係時代嘅無奈？每個人心入面都會有自己嘅答案，我唔會幫大家下結論，因為人生嘅因果從來都係自己去感受嘅。如果今日呢條片令你有啲感觸，又或者令你諗起自己嘅一啲經歷，歡迎你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各有前因。呢4個字係古人對人生最通透嘅一句話，你打出嚟就代表你明白呢個道理。如果你曾以呢種用傳統智慧嘅角度去睇人生故事，記得撳個訂閱，開埋個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